而家做緊 IG Creator， 之前做緊教育相關嘅工作，同大家一樣都好鍾意分享護膚化妝嘅日常。咁最近我都睇到 IG 有一個貼地女神大賽，都發現真實同貼地係我嘅代名詞，當然我就要參加啦。我最欣賞就係由零開始，靠堅持一步步打拼嘅港女，就好似張玉珊咁樣 TVB 童星開始，25歲轉型創業，再喺28歲成為全港最年輕嘅上市公司主席。呢個故事真係好啟發到我啊！咁根據我喺教育工作嘅經驗，再加埋我喺而家嘅拍攝技巧上邊，我希望我都會成為同佢一樣咁有影響力嘅人啊！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嘅風格之餘，可以堅持去分享，同觀眾互動啦，咁樣嘅人生先有改變㗎嘛！記得 follow 我啦，仲有記得去比賽網站投我一票啊！